兄弟姊妹們，係講自家理念頭，知道冇辦法，唔對係阿妹開始做咩條路，唔對係妹做工作係，係打算人扮演自家嘅前途，煩惱知道？嗱，上帝要係見節教把自家，所以呢個書面記11第22節樣講到，讓係講你真正一條心，揸滿我嘅命令。我傳出本意ทางไง你好好照我嘅路線嚟行你要識我睇我嘅路上帝能夠開路本設家佢能夠指路本設家表示嚟講係自家要敬重上帝要識上帝自家求佢嘅恩典自家嚟禱告請佢嘅獻帶佢為本自家聰明智慧阿妹做戲阿妹開笑戲慢慢生發佢為家嘅通才為獻帶自家嗱這樣人自家要條謙卑嘅心嚟請上帝嘅恩典嚟聽佢嘅路真正揸滿佢嘅命令越聽佢帶自家嘅心理帶自家嘅特性阿門